有一次開完夜車喎，個心口翳住，個頭又好痛，先發覺揦嘢，血壓超晒標啊！我哋做創作嘅咧，成日都作息唔定時，一日坐喺個電腦面前10幾個鐘，有陣時為咗趕 deadline，真係餐餐都食外賣，每餐都叫頹飯咁滯。直到有一次開完夜車喎，第二朝覺得個心口翳住，揦實晒，個頭又好痛，先發覺揦嘢，即刻嗱聲 check 下血壓啦。點知唔 check 猶自可，一 check 哇，發現血壓超晒標啊！好彩有 friend 介紹我食盈漢方零蒜蜂膠囊，佢話天然草本成分，仲有靈芝、黑蒜同埋蜂膠，可以幫助溶解血管垃圾，仲可以促進血液循環添。每日食2粒，持續食咗3個月，而家唔單止精神好咗，啲靈感棒聲咁嚟啊！如果你同我一樣都係工作繁忙同埋忽略身體健康嘅話，我真係好推薦你試下呢個盈漢方零蒜蜂膠囊。喂，快啲喂，全部等緊你啊！喂，嚟！